明天弄2就蛮乐死了。明天老跟弄了1年，我赶场没在屋头，我们把这个院子头简单个布置一下。走，开干，走吧。那年蛮去的早，今天耍起的一杆场。那么早呢？他们是走路嘛，坐车哟。接着我听到现在人家多在那接来。哎，我长了3嘛，我都到起让步了。啥子？你先把那个瘦子给我拿去嘛，我把瘦子扔起头。要得。哎，这个瘦子啊不好打的喂。那好，把那个我来找。要啊。我先拿去扒几头。我这个墙保不稳的嘛，我就在那儿弄些头。这气球啊，没得好好扣的喂。慢慢整嘛。我拿我钓鱼线给拴这位置怕拴来回来。哎，我就稳了这盘。我这根线要开始差不多了哈。我这个还差得多了嘛。我这气球伞要打完了。还早得很，我起码买了2到2千个，够等于打。我还以为这红的打完了就不打了。那小气球打来，我们到处打绑着。要得，我该打这小气球了。你给他打就是。你们弄大的，我来取小的。好了，我这弄可以了。你看我做这个好像苹果，看没？送给你。你2个娃儿给这整慢慢整包都不够哦。那整爆的，喊他去买。好，安哥，快点把这些收拾干净。那个那个东西。